大家好，又係我布丁啊！今日帶你哋去睇一個位於九肚山嘅獨立屋。呢間獨立屋4房4套，總共2759尺，仲會有個872尺嘅花園。客廳非常闊落啊！除咗眼見嘅4人大梳化，仲可以放2張梳化凳喺側邊。呢條樓梯可以直落車庫，轉頭再為你介紹。而廚房所有家電已經配置晒俾你，仲會有個屬於姐姐自己嘅洗手間。經過呢個金碧輝煌嘅樓梯，上一層就會係2間套房啦。第一間套房，呢間套房可以做一間長輩房或者主人房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話，唔使擔心，因為佢會有 lift 搭，所以都唔使驚上一層上落會唔方便嘅。發展商就將另一邊攞咗嚟做一間書房，點少得都有一個獨立洗手間呢。布丁今次就唔行樓梯啦，帶你去搭 lift，撳個 lift 先。好，上個2樓，出 lift 又係一間主人房啦。布丁頭先一直都冇講，其實呢2間主人房望嘅景觀都非常開揚，一樣都會配置咗有浴缸同埋企缸。去睇埋另一間房啦，呢間房可以留俾仔仔女女啊，一樣都係3邊落床。等布丁行埋上個天台俾你睇啦。布丁今日嚟到真係好好天啊！發展商已經做埋雲石嘅星盤俾你，除咗有幾張凳同埋有啲台喺度之外，你仲可以整個燒烤爐喺度燒嘢食啊！呢個景觀同主人房望出去一樣啊，全部山景望出去真係好開揚，好舒服噶。撳個 lift，布丁就帶你哋落到嚟 basement 地庫啦。工人姐姐房會喺左手邊，呢度一推門出去就係你嘅車庫啦。呢度可以擺到2架車噶。布丁急步行個樓梯上返去個大廳先。好啦，布丁今次介紹呢間獨立屋，你哋又滿唔滿意呢？如果你都想睇呢間獨立屋，又或者附近會有咩推介，就即刻聯絡布丁啦。